嗱，佢係一個自動門，俾啲面咧，佢好似唔俾面喎。咁呢啲咁嘅供牛鎖啊，我記得呢一個係可以撳上嚟，好高科技。算啦，撳唔上嚟。咁呢度咧亦都會有一個焗爐嘅。sorry， 呢個係洗碗機，呢個洗碗機。我俾我自己嘅要求就係，以後買房一定要做翻個浴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 Eric。今期咧就睇翻依家成個中山目前喺度在售緊4.0，邊一個係王者啦？成個中山係有好多 agent 就話呢度有4.0，嗰度有4.0。其實我覺得有時拍片咧就唔好係話好似陳柏宇咁樣你瞞我瞞啦。咁其實成個中山稱得上4.0嘅話咧，只有3個項目嘅啫。第一個就係保利朗悅，第二個咧就係龍湖香山頌，第三個亦都係叫做裕陽陰實。呢一個名係咪好拗口咧？因為佢係屬於四川嗰邊嘅一個開發商嚟嘅。咁嗰個就唔講啦，因為龍湖香山頌同埋裕陽陰實呢兩個項目嘅話咧，佢就係屬於石岐嘅一個老城區嗰邊嘅。保利朗悅呢一個項目嘅話咧，佢就位於喜灣道，亦都係屬於東區唯一一個在售緊嘅第4代賒宅。咩叫賒宅呢？陣間上去睇到你就知道㗎啦。咁首先喺講呢個盤之前嘅話呢，亦都要同大家介紹下周邊配套以及醫療環境同埋交通嘅一個方面啦。第一個商業配套嘅話呢，呢一個位置無論你係去萬象匯又好，又或者去到興中廣場，再或者想去利和嘅一個商場都好呢，其實呢路程只不過係10分鐘都唔使嘅啫。最近就係萬象匯啦，呢度過去1.9公里，即係意味着你揸部電雞都可以5分鐘可以趕到去萬象匯 shopping 睇戲食嘢買衫，甚至你亦都可以喺嗰邊搭埋永東巴士個車翻到嚟屋企呢邊。喜灣道呢一個位置落去嘅話呢，其實不足800米左右呢，係去到盛景上風嘅一個金融街嗰邊嘅話，大部分都係以銀行、證券、金融為主，嗰邊亦都係有永東巴士嘅一個車站啦。第二個呢，就係醫療方面啦。醫療方面嘅話呢，呢度去我哋中山市嘅一個人民醫院呢，亦都係唔夠2公里。即係你平時有啲咩頭暈身興嘅話，呢度過去其實真係10分鐘都唔使，甚至如果你揸得快嘅話呢，5分鐘都唔使嘅。咁講完商業配套同埋醫療方面啦，呢邊嘅一個價錢呢，其實3個4.0嘅均價呢，大概都係喺18000到24000之間嘅。當然係有貴有平啦。保利呢一個盤嘅話呢，我點解推介呢？因為保利佢係屬於中國裏邊嘅一個央企。咁因為呢，早期呢，我亦都係有成交過比較多嘅一啲保利業主啦，保利交俾你嘅一個質量咧，目前係未聽過任何一個業主話 say no， 又或者有啲咩問題嘅。第一個保利朗悅呢一個項目，佢成個小區嘅一個園林風格，就係做翻以前保利君悅或者係保利君悅府嘅一啲中式園林風格，同佢哋嘅一個區別就係咧，保利朗悅呢度係做咗一個更新換代嘅，因為佢係屬於一梯一伙，並且贈送嘅面積高過145咁誇張，即係意味着你170幾平方可以用到200幾個方，俾多50個方俾你，你開唔開心呢？依家我就入咗成個園林裏邊啦，睇到呢施工進度，即使係臨近過年都好，一直喺度建設緊嘅。咁依家我就到咗1樓嘅一個大堂 lobby， 咁佢成個小區呢，亦都係抬高咗一個層面。隔離喜灣道嘅話呢，有路就一定有車噶嘛。為咗減低噪音同埋係做翻一個隱私性比較好呢，所以佢成個小區係抬高咗嘅，亦都攞咗1樓係要嚟做咗會所嘅。嗱，佢係一個自動門，俾啲面咧，佢好似唔俾面喎。嗱，因為佢咧一棟裏邊左右2房，咁啊左右一個 lift 啦。首先入嚟之後咧，呢度屬於大堂嘅一個1樓 lobby。咁門口嘅話，到時佢會有一個人面識別咁樣入嚟嘅。入到嚟呢度嘅話咧，你可以見到其實佢係好舒服嘅。咁佢就一個 lift 啦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就即刻上去睇睇先。lift 口出嚟之後，呢一個270度嘅窗係開發商做好嘅，交俾你嗰陣時咧，地磚全部搞掂晒㗎啦，就除咗呢一啲擺件冇之外，係基本上成個 area 你自己用晒㗎啦。咁你中意擺乜嘢都冇問題。咁隔離呢度咧就係屬於一個走火通道嘅，一層嘅話咧係2個 lift，然之後左右各有1伙嘅，172平方，呢啲就已經唔係叫住宅，係叫做賒宅㗎啦。首先裝甲門。然之後密碼、指紋同埋攝像頭。入門之後咧，佢仲會有一個玄關位。其實佢呢一個有啲似以前嘅一個保利君悅，但係佢比保利君悅大得更加多。正常門口放鞋櫃啦。咁入到嚟之後，即係我唔知道呢啲地方你仲可以擺啲乜嘢，因為你冇理由裝2個鞋櫃咁噶嘛，係咪？入到嚟之後真係大，
172平方，即係等於佢實用率高啊。172可以用到220平方，即係千零尺嘅單位可以用到2000幾尺嘅實用面積。咁呢度就擺咗一張6人嘅一個圓台。做咗吊燈，咁交俾你嗰陣時咧，台同吊燈都冇嘅，地磚係有嘅嚇。咁然後咧，呢度亦都係屬於一個半 open teacher，因為咧佢採用咗以前嘅一個津穴同埋津穴釜嘅一個設計，係啦，就做咗呢啲導軌式嘅一個推拉門，係交俾你。然之後呢個中島台，咁呢啲咁嘅供牛鎖啊，我記得呢一個係可以撳上嚟嘅，好高科技。算啦，撳唔上嚟。咁然後咧。呢度就做咗一個嵌入式嘅一個雪櫃啦，呢個雪櫃其實都夠大，雖然佢上面挑空咗，咁你上面可以擺一啲唔需要放冰箱嘅一啲用品，亦都冇問題嘅。同埋最主要係我覺得佢呢個 design 真係好舒服，好正。呢啲天花啊、走軌線啊、吊燈啊，同埋呢啲咁嘅抽油煙機，老闆嘅3件套係全部俾晒大家。咁呢度咧亦都會有一個焗爐嘅。sorry， 呢個係洗碗機，呢個洗碗機最大嘅亮點就係佢呢個露台。交俾你嗰陣時，佢會喺呢一個位會有幾扇大嘅一個趟門，咁然後呢一個露台咧，足足有13米半咁長，長到咩程度咧？你屋企嘅細路仔可以喺呢度踩單車，亦都係完全冇問題。然後咧有2個套間嘅，呢度出嚟，呢度係另外一個戶外嘅一個露台。咁呢一個露台嘅話咧，佢隱私性對於呢一間房，因為呢度仲有一間房嘅，呢一間房咧就係長輩房。學似佢咁樣咧，你平時擺個爐啊，得閒同啲 friend 啦飲下茶，又或者係同爹哋媽咪喺度吹下水。煲煙呢個地方，我諗應該係冇得彈嘅啦。咁因為入門口呢度嘅話，佢係會有一間房，呢一間房咧就一般要嚟就係做套房，咁就做咗係一個兒童房或者係長輩房啦。咁亦都係完全冇問題。衣櫃就可以擺呢度，到時交嘅話咧，呢一個衣櫃係冇俾到大家嘅。入到嚟洗手間，洗手間咧就趟門、洗手盆同埋啲鏡櫃啊，全部俾晒大家噶啦。咁呢一間房，如果你個爹哋媽咪2個人一齊住，真係舒服。因為最主要，佢除咗地理位置好之外咧，保利交俾你嘅嘢咧，其實你係冇需要擔心嘅。其實我有幾個業主都係保利嘅，目前收樓係問題，亦都係最少，即係你可能有少少甩甩曲曲啲咁多咧係正常嘅。咁然之後第一間房啦，呢一間房咧就要嚟做兒童房，又或者客房，亦都冇問題。將個飄台係全部剝晒。幫你剝晒，剝咗，然之後每一間房嘅一個分體式空調，亦都係俾埋你。大家後期可以喺呢度位置做個衣櫃就 OK 啦。然後呢度就做咗一個3進式嘅一個洗手間。出邊呢度嘅話咧，就呢啲咁嘅雲石台啊，全部都係有嘅。客位佢亦都係做咗個坐廁啦。趟門啊呢啲咁樣，其實摸上去嘅質感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好。咁到時呢度會有扇門。咁然後就第2間兒童房啦。兒童房無論仔又好女又好啦。係好舒服，因為佢呢個 design 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幾好啦。佢嘅衣櫃收納咗喺呢一個位置，然之後再將嗰個飄台幫你剝咗，做成書台。有啲朝向嘅話，可以睇到園林啦。咁你平時細路仔學習睇多書啦，咁你眼睛攰咗可以睇下綠色植物，其實好爽。呢度有扇門，入嚟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，佢有分男士同女士嘅一個衣櫃喎。呢度就擺咗女士嘅。我覺得呢度先係女士，嗰度係男士先啱，因為呢度有個梳妝台喺呢度設計咗俾你。咁呢啲位置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佢利用得非常之好，同埋主人房呢度真係大，270度嘅一個景觀，可以望晒成個園林。咁因為依家目前嘅話咧，就喺度建設緊嘅。咁其實咧，我亦都有個業主曾經買咗保利嘅一啲產品，咁當時嘅話亦都係屬於主流嘅一啲產品啦。佢同我講過一樣嘢。買呢啲單位大單位咧，其實唔一定要高層，因為市區裏邊嘅高層咧，其實你都係樓睇樓嘅啫。但係咧，如果係你買翻低樓層，又可以望到綠色植物1年4季嘅變化，佢就好似一幅畫咁樣啦。主人房咧，佢係同洗手間中間會錯開，然之後呢度都做咗3樣形式。首先上廁所還上廁所，洗手盆還洗手盆，咁然之後浴缸亦都還浴缸，仲有個位置就係你可以企缸。我覺得呢啲先係叫做4.0咯，其他我又真係唔覺得有幾4.0，呢啲我覺得係非常之正，係啦，因為到時嘅話你自己可以做大啲個浴缸咧，其實平時自己浸下係好舒服，同埋咧我俾我自己嘅要求就係以後買房一定要做翻個浴缸。咁呢度單位嘅話咧，目前依家中高低樓層報價嘅話咧，就去到2萬蚊到2萬2蚊。其實喺咁多個4.0嘅產品當中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佢係比較抵嘅。
無論係你去到漁陽陰神，又或者係龍湖香山種都好，價錢咧其實係同呢度係差不多一樣嘅。但係分清楚一樣嘢，係唯獨保利津悅佢係屬於東區嘅一個範疇，其他嗰兩個嘅話咧，佢係屬於石岐嘅。再加上咧，保利佢亦都係屬於一個央企嘅一個開發商，我對佢交付出嚟嘅啲產品係非常之安心嘅。咁呢一套成2000尺嘅單位 ，total 翻落嚟300零萬，350萬唔使。咁啊1.5成首期翻落嚟咧，其實50零萬就可以上車啦。呢啲單位老實講好過別墅，因為佢嘅一個隱私性相對嚟講會夠高，同埋你亦都可以望到景色，同埋咧自己用得着嘅地方亦都係非常之多嘅。咁如果你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情況下咧，不妨可以掃描上面嘅 QR code，亦都可以喺下方留言嚇。咁除咗172之外，仲有139同埋119嘅。咁呢兩個戶型嘅話咧，對比於172呢個嘅話，我個人肯定中意172噶啦，唔使講噶啦，因為任何嘢都好，都係中意大啊嘛。咁今期節目咧就差唔多到呢度啦，我哋就下期再見，拜拜。